再来看中共透过中央电视台讲要天改大都，佮讲要动员全球的国际刑警的组织来抓咱台湾的立委审批杨。咱国陆委会是强调讲，中共是无咱台湾的司法管辖权，会甲外交部甲国际盟友做伙来研究安怎应用。总统赖清德正正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站出来相挺。韩国瑜伫下晡嘛做出回应，伊讲总统爱伊上湾，这是家己破病，爱别人食药啊。 我们要以守护民主自由的方式呢，要让中国不能够再恐吓台湾。好像希望中国对待威胁甲家己都好，民进党提委审批杨，和对华指控涉犯分裂国家罪廖汉上班，讲要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猎捕。陆委会也强调，中央对待无司法管辖权，会配合外交部甲国际友民严厉反制。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，我们都会保护我们国人的安全。好。 他对台湾一点拘束力都没有啊！那此外，其他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啊，尊重人权的国家都不会去引渡。立委邱翠静呼吁朝野全国爱团结，唔通互中共接手。按国总统赖清德提议，或者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站出来，引起在野党不满，质疑外交部甲陆委会监视设计。 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，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，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？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所了解，我们认为中国虽然跟60几个国家签订引渡协议，但是过去我们国际上有所谓的政治犯、良心犯。 不引渡。你的回答哦，我替陈柏阳烦恼呢。世界偌济人会当配合中国来抓陈柏阳的时，到你目前为止，你唔知影。中共一直恐吓美国学者格莱伊表示，台湾政府咧积极第一年底进行重新安排赖总统过境美国，就是会避免因为明年川普访问中国受到牵动。格莱伊学者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推测，在心理上来说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探访我们的邦交国，哈，基本上是这样，但是什么时间不知道。陆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表示，宣布清楚总统什么时阵出国访问，暗过交包绝对落境，国家元首、副元首言探视邦交国家、友好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